利物浦今次借阿羅祖，我第一個反應唔係覺得執到筍貨，而係利物浦係咪真係冇得揀？一個傷病記錄咁多，人工又唔平，近兩季仲要有明顯下滑嘅球員，一向精打細算嘅巴塞，今次甚至連借用費都唔收，就咁借俾利物浦。講真，就咁聽落呢單雕，利物浦好似做咗水魚喎。但事實係咪真係咁呢？哥拿迪走咗，巴蒂尼又傷，後防傷兵一大堆。雲迪克差唔多變成唯一健康嘅主力中堅，即係話利物浦唔單止要揾人頂替已經離咗隊嘅哥拿迪，佢哋而家要先揾咗一個可以即刻落場嘅中堅。轉會市場明明有其他選擇，利物浦點解偏偏要揀近年又跌晒鑊嘅阿羅祖呢？睇清楚呢單外借轉會之後，我哋可能會發現利物浦今個轉會窗嘅真正計劃。呢單外借轉會完全係憑空出現嘅，之前完全冇任何傳聞話阿羅祖有機會加盟。首先，我哋應該可以確定一件事，呢個應該係利物浦嘅臨時決定嚟。睇翻利物浦嘅後防，哥拿迪免費走咗去皇馬，巴特利有傷，高美斯、利安尼、積基特全部都有唔同程度嘅傷患。右閘同中堅兩個位置同時冇人，雲迪克係唯一一個而家健康又可靠嘅中堅。利物浦簽阿羅祖翻嚟係想佢踢正選中堅，唔係。咁簽佢翻嚟係想佢踢右閘，都唔係，借佢純粹係因為佢踢到中堅又可以踢右閘。更重要嘅係佢提供到一個即插即用嘅即戰力人頭。冇錯，市面上係有更好嘅中堅，都有更好嘅右閘。利物浦絕對有能力簽一個比佢更好嘅人，但問題係而家距離新一季開波唔夠一個星期，手頭上大把窿要補強啊！咁係咪真係要用幾千萬磅去買一個純正嘅中堅翻嚟呢？咁如果買咗中堅翻嚟，咁右閘左右翼仲有冇錢買人先？換句話講啊，利物浦而家真正缺嘅係一個可以同時幫你填兩個窿嘅工具人，而阿羅祖咁啱就符合晒呢兩個條件。佢有英超級別嘅身體對抗性，有歐聯經驗，最緊要係唔需要 FSG 即刻拎一大筆轉會費出嚟買人。佢哋真正嘅目的係，其實就係想買左右翼啦。首選當然係想簽巴古拿啦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睇下揾唔揾到沙拿嘅接班人。我哋再望一望轉會市場嘅中堅選擇。自從錯過咗新尼斯同史東斯呢兩個免簽球員嘅機會之後呢，其實就冇咩人符合到利物浦嘅條件。所以阿羅祖就係現階段利物浦最好嘅選擇。當然佢有好多缺點。但佢係可以一個頂兩個位置嘅球員，高層好清楚自己嘅後防係爆緊煲㗎，所以先用一個最低成本又最快嘅方法，暫時借阿羅祖解決咗防線人手嘅問題先。但係如果真係求其揾個人翻嚟頂住先，點解偏偏要揀阿羅祖？呢個先係成單轉會最值得討論嘅地方。而佢有幾樣能力嘅特質，偏偏係而家呢條利物浦嘅防線最缺，亦係最急切需要嘅。而第一樣，自從哥拿迪走咗之後，利物浦條防線需要速度。哥拿迪唔止夠高，其實佢都好快下嘅。當利物浦條後防線推到好高，如果前場壓迫俾對手破解咗，對手一腳直線打身後波，咁哥拿迪就可以靠自己嘅速度追翻嚟搶翻個波。雲迪克都好快，但係佢今年已經35歲啦，你唔可以每一次都指意佢幫你追翻啲身後波。而咁啱阿羅祖嘅速度真係幾快，佢唔怕啲速度型嘅前鋒逆風，對手想用速度爆佢呢，佢可以直接用身體、身形同埋速度食翻你轉頭。當然啦，足球唔係跑步比賽，跑得快搶唔到個波都係冇用。而阿羅祖第二樣最值得利物浦球迷期待嘅係佢嘅身體對抗。佢未大傷之前呢，佢成日靠住嗰副計呢，喺1對1卡位爭5波呢，佢成日都可以攞到甜頭嘅。尤其是喺英超啊，一場波有咁多身體對抗咧，呢種身體條件咧本身就係一種優勢，再加埋佢彈跳力強，爭頂嘅能力都好高，所以你將佢最核心嘅特點抽翻出嚟講啊，其實就係4樣嘢：速度快、大隻、對抗力強、空中能力好。但係如果阿羅祖真係有咁多優點，點解巴塞會咁爽手放人，連借用費都唔收？因為我哋頭先講緊嘅係大傷之前嘅阿羅祖，而今次利物浦借翻嚟呢一個，仲係咪呢個版本嘅阿羅祖呢？對一個靠身體質素食飯嘅中堅嚟講，最大嘅敵人
就係佢副身體佢副計啦。睇翻佢近呢幾季嘅傷病記錄先啦，真係會令到利記球迷係有啲頭痕嘅。22年佢試過腹股溝撕裂，休息大約70日。佢雖然入選咗22年嘅卡塔爾世界盃，但係賽前嘅右大腿受傷，需要做手術，全程後備都冇出過場嘅。跟住23年又拉傷咗肌肉啦，缺席咗超過1個月。但係最誇張都係24年嗰次腿筋受傷，足足傷咗5個月啊！而腿筋受傷就係偏偏就係最影響球員速度同爆發力嘅傷患之一。最近嘅美加密世界盃，佢再度入選烏拉圭嘅大軍名單，但喺訓練嘅時候又肌肉撕裂受傷，同22年嘅世界盃一樣啊！佢有入選，但係都係冇出過場嘅。換言之，即係佢因傷缺席咗2年嘅世界盃比賽。而家利物浦借佢翻嚟，本身就係因為後防傷兵多，結果今次就揾咗一個同樣有嚴重傷病記錄嘅球員翻嚟，諗住去解決球隊中堅荒呢一個問題。呢個先係成單交易最諷刺嘅地方，令人最擔心嘅地方。但係咁多傷都仲未係我最擔心嘅，因為有一樣嘢係比受傷更加難處理，就係一個球員嘅心理狀態啦。阿羅祖曾經公開講過，佢曾經經歷長達1年半嘅焦慮，最後更演變成抑鬱 （depression）。直到對車路士嗰場歐聯之後咧，佢覺得自己真係需要停低啦，要優先處理自己嘅心理狀態。就係呢個原因，佢缺席咗1個月，足足冇幫巴塞踢7場波。所以我唔會話佢有過抑鬱就代表佢心理質素差。相反，一個人願意承認自己有問題，願意停低接受人哋幫助咧，呢樣嘢本身就需要好大嘅勇氣。但係問題就係佢今季係要踢英超，一個全新嘅聯賽，一個節奏更加快、身體對抗更加強嘅聯賽，而且佢效力嘅球隊仲係利物浦。每一場波都有大把傳媒同對手等住你犯錯，一次嘅失誤、一次嘅犯錯足以俾人放大㗎啦。而偏偏阿羅祖以前試過喺因為受傷得太多，同埋喺比賽表現差嘅情況下咧，情緒同心理狀態咧試過崩潰過嘅。所以我真正擔心嘅已經唔係擔心佢會唔會受傷，頂唔頂得住，而係當佢踢唔好，佢頂唔頂得順嗰種壓力先。所以去到呢一步，問題已經唔止係阿羅祖個身體頂唔頂得住，踢唔踢到英超，而係佢嘅精神狀態都可唔可以捱得住英超咁高強度嘅比賽呢？而更加麻煩嘅係，就算佢身體同心理嘅質素狀態都冇問題，仲有一樣嘢都會令到利物浦球迷有啲頭痛嘅，就係佢踢法太過進取啦。不過呢樣嘢就係阿羅祖最令人又愛又恨嘅地方。當對手扭波突破嘅時候，好多時候阿羅祖都唔會理自己嘅防守企位，而係直接選擇去飆波。如果成功 stop 到人哋攻勢嗰陣，你會覺得佢出腳真係好鬼準，好鬼狠，可以咁清脆將個波搶翻嚟。但係問題係冇可能每一次出腳都咁準嘅。最值得講嘅例子就係巴塞主場次回合歐聯對巴黎嗰一場，當時領先緊1-0，總比數更加領先緊4-2，基本上成個形勢都係巴塞掌握晒嘅。點知踢到第29分鐘，巴古拿單刀衝入禁區，阿羅祖係最後一個防守球員，佢竟然直接選擇落手拉跌巴古拿，結果直接攞紅牌被趕出場。巴塞由嗰一刻由11個人變踢10個人，之後成場波嘅走勢都徹底改變咗啦。巴黎最後反勝4-1，兩回合總計輸4-6，巴塞出咗局。當然你可能會話，如果佢唔出手嘅話，咁巴古拿就會追平比數嘅咯噃。但問題係你要睇比賽嘅情況先得㗎。就算真係俾巴黎入咗呢一球，其實問題都唔係好大，總比數只係會變咗4-3。當時巴塞仲有主場嘅優勢，只係1-1嘅啫，場波都係。但係阿羅祖就偏偏落手拉跌佢。仲有一場對車仔嘅歐聯比賽，佢同樣因為魯網太過粗野，直接飛鏟古古列拿，而紅牌被逐。所以利物浦球迷要知道佢係一個敢出腳成日飆波嘅球員。阿羅祖呢種見波就飆嘅踢法咧，去到利物浦究竟會唔會成日發生呢？咁又可能未必喎，因為佢今次身邊有雲迪克。雲迪克踢法係好穩陣嘅，閱讀比賽能力好強嘅中堅，相信有佢傍住阿羅祖踢咧，阿羅祖係會穩陣啲同埋冇咁魯莽嘅。最後你問我睇唔睇好呢單轉會？
如果係外借2-3年前嘅阿羅祖，我當然睇好啦。如果你要我幫呢單外借轉會俾分評分嘅話咧，10分滿分我應該淨係會俾5分嘅啫。唔係話阿羅祖唔好啊，而係佢身上嘅未知數實在太多啦。尤其係佢過去幾季嘅傷病記錄實在太嚴重，對一個主要靠速度、爆發力同身體對抗食飯嘅中堅嚟講咧，真係好難令人完全放心嘅。再加上今次巴塞嘅態度實在太過令人耐人尋味啦，太過豪爽啊，唔似巴塞嘅風格啊，竟然係唔使利物浦俾借用費都肯借嘅。不過如果阿羅祖真係可以保持健康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呢單外借咧係絕對會幫到利物浦嘅。咁至於嗰個買斷條款，大家當睇下算啦，因為其實基本上阿羅祖踢成點都好啦，利物浦季尾都唔會觸發嗰5000幾萬磅嘅買斷條款嘅。最後有個問題想問一下大家，你覺得利物浦今次係做咗一個聰明嘅低風險高回報嘅轉會操作，定係明知佢傷病咁多，仲要幫巴塞出晒佢咁貴嘅人工情況下，係一個亂咁嚟嘅操作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